浪子回头，对不对哈？我们今天把这个浪子回头擦掉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不是这个名字，今天的名字是什么？他们就快乐起来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谁？最后我们就知道，他们是谁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好，我们要说呢，假如呢，传道最近常常在讲嘛，哈，我们要进健身房嘛，哈，有进过健身房的人举手。好，请放下来。去健身房干嘛？不，做什么？不要讲这么粗鲁哈。去健身房是要做什么事情？健身。健身，对不对？哈，观摩出摩。健身要做什么？要练什么？身体。练几块肌啊？6块肌的。哈，要减肥啊，还要健身。请问健身是为了什么？好看吗？好看而已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有用？要有用啊，要用得上才有用啊。所以传道最近常常讲，祷告是信心的健身房。所以你祷告了，你上了信心的健身房，拜托，不要只停留在哪里？健身房好吗？不是只停留在好看，但是没用。好，就像某一个人终于考上驾照，考了快1年，从去年5月到上一周4才拿到驾照。这个为了驾训班是为了什么？驾训班是为了什么？拿驾照的吗？还是为了要驾驶？要上路嘛，对吧？亲爱大家，我们祷告为了信心的健身房，我们是为了怎样？要用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只停留在健身房好看而已。我们这个好的肌肉啊，信心的肌肉是为了要我们可以用。传道保证，我的驾驶的执照绝对不会只停留在拿到驾照，我一定会开车载你们。我邀请你的时候，请你不要说 no 哦。好，虽然呢，你们看传道电影就知道，我的家人都说怎样？你开车，路人危险啊，路人危险，所以我要谨慎，我要更加的谨慎。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祷告呢，虽然祷告就会危险的时候就要祷告，对吧？好，危险的时候就要祷告，祷告时候就怎样？安全，对吧？不知道，祷告时候也会危险。怎么危险呢？因为你祷告的时候，几个人跟你祷告？5个人。传道，你莫惊我好不？我常常拢一个人去倒来5个，你看不见的。传道，我更怕你，哪里看不见的？是。一个祷告，在大卫包森，他最近出了一本书，他说祷告的黄金原则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呢，就不是你一个人，是5个，不是人，5个什么？你自己，另外3个是什么？三位一体的神，另外一个谁？撒旦也来了。看到你祷告这么认真，一马来了，你越认真，他叫越多人来。所以你就危险了。可是你会说，传道，那我最好不要祷告，不要祷告。你错了。如果你要投资，亲爱的大家，有人读投资的吗？风险越高，什么越高？利润越高吧。你不冒险，你不风险，哪里来的利润？这样可以讲吗？怪怪的。但我意思是要说，你不要怕。祷告之后会有危险，好吗？因为有人帮你保险了。三位一体的神做你的靠山，他已经帮你保险，而且要让你度过这个危险之外，你还要得着这个属灵的利润，你要丰丰富富的生命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信心的健身房。好，我们再讲回来。上个礼拜都下雨。你会说传道，我不要上健身房，我在我家也可以练。我们那天去一个社青的这个不好意思讲他谁，他家就有那个练身房的那个哑铃，哇，超重7.5磅，哇，超好看的。一问他说，你这个是什么时候练？他拍谁？这个画好看的。因为在家怎样？为什么要上健身房？因为在家都会练吗？
我告诉你，他家吊单杠啦，那个什么健身一堆，好，这跑步机也一堆，好，那个7.5磅的哑铃也一堆，可是什么时候用它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了健身房，我才不会有什么，才练得下去。那里有教练，而且那里有什么？有人看着你嘛，欣赏你的。哎呀，你看有人点头好用力哦，有那个什么，有正面的这个增强作用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上健身房？是因为人有什么？有惰性。人有惰性，什么是惰性呢？惰性的意思就是，惰性意思是什么？惰性意思是什么？惰性意思是什么？惰性就是有一个神学家形容的超好，他说人的惰性跟罪性就像你站在冰雪的山顶，那个雪已经被太阳一照融化，然后你站在上面会怎么样？咻，你站得住吗？站不住。这就是人的惰性跟罪性。好，我们这个奥古斯丁，如果你们有修那个修辞学的人，就知道他超厉害，他写很多的书。他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惰性呢？他说：我年少的时候，我们一群人呢，跑到一个梨子的这个梨园，看到梨树呢长满了梨子，我们就绕人去做什么？摘梨子。摘梨子，摘梨子干什么？吃。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家的梨子比那个好吃。但是他就是想要把它摘回来，而且摘一堆给谁吃？这个不是我乱讲的哦，这是他在忏悔录里面写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摘回来就是要丢给猪吃。那他去摘干嘛？他什么原因他要摘？我不能说那个字，你说大声一点。爽。那个字怎么写？几个叉？4个叉。就是做越多叉的越什么？而且是要大的叉叉哦。这就是人的什么？人的什么？罪性。人的罪性跟人的惰性。奥古斯丁说：我呢，就是想做一个贼，我就是不想什么，我只想做一个贼。我要得到那种罪恶感，那种快感。人到底怎么了？人的心到底要什么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是耶稣举的一个比喻。我们今天只先看这个比喻，哈，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？我们下次5月还要讲这一段经文，还要再讲一次。那一次我的名字叫什么呢？你们去查查看，讲到的计划还要再讲一次。但是我这一次就先讲不是浪子的这一面，讲父亲的这一面。好，所以他们就快乐起来，谁快乐？已经先告诉你们了。好，来，好，耶稣说，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他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哎，什么叫做应得？啊，什么叫做应得？我应该得的，对。请问小孩子，你有什么应该得的？是你努力来的吗？不是啊，那为什么是我应得的？啊，我就是要了，你怎么样？哎，人就有一个什么？有个欲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，特别是看到那个正妹，对不对？好，亮妹，闪闪发亮的，广东人讲亮妹，亮妹在那里，我就怎样？我就是要，我就要。等你得到它的时候，你就怎样？啊，有经验了哈。这就是人的惰性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儿子对他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家业分给我。”哎，在当时候很没有礼貌，跟很没有什么，是一个侮辱哦。他说：“因为那时候爸爸还没有过世，哎，所以把我应得给我，意思是怎样？我先算定你会，然后赶快把那份给我。”人的惰性，我就是要，而且要怎样？要不完。他不要什么？他不要跟父亲在家的关系，他不要跟他父亲在家吃饭工作的那个关系，他要的是什么？
爸爸，你可以给我什么？你可以给我什么？你可以给我什么？哎，亲爱的大家，今天不是讲别人，今天讲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不是讲还没有信主外面的人哦。今天这个故事在对谁讲？坐在这里的你跟我，我们是主耶稣在家里中的儿子，哎，是吧？我们今天把天父看成什么？拉紧包，危险了，再进来祈祷。那祈祷的意思呢？才赶快来祷告。危险了，主啊，救我！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，把我那个给我啦！我就是要，有就要。你没有给我的，我就不要了。我都有了，我就不要跟爸爸没有关系了。今天小孩子就是这样。我们在危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找上帝，而不是要跟上帝有亲密关系。我们今年我们都要来经历什么是祷告。祷告就是说，我跟一位比我大的来说话、来对话、来沟通、来有关系、来义工来高贵，来跟他维持这个亲密的关系。这一位是谁？你可能看不见，但他确实存在，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他祷告，我们要跟他说话。有人说这一位就是什么？你如果看哲学的书，就是比你更大那一位啊！哎，这个求神祈祷，这是人类自古就有了。所以我们台湾人会对什么会拜什么？可能会拜石头，可能会拜这个天地，可能会拜这个所有的树、神木，或者是拜任何的东西，因为他认为怎样，只要比我大的，我都要来拜。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祷告就是要与那一位比你更大的那一位连结，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这句话陈麦自己也讲过。但是我要说，主啊，求你原谅我，我讲的不够完全。比我更大的那一位的力量来源，我就拜他吗？我就信他吗？我就信他是像父亲一样对我很好的？他可能有能力，像什么能力？你会不会对着插头拜啊？他也很有能力耶，他比你更有能力耶，因为你一插上，你就可以 Live， 你就可以 FB， 你会拜他吗？但他比你更有能力，你要跟他连结吗 ？Sometimes， 你会跟他连结，因为我需要的时候，但他绝对不是神，而且他绝对不是爱你的这一位父亲，这一位神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跟这一位比你更大，而且爱你、慈爱的，他有能力，他是爱你，他的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你或许说，我求的他都没有给我。所以我们慢慢的，我们今年要来经历，我们透过祷告跟上帝的对话，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更了解这一位神，这一位爱我们的父亲。我们是他家中的2个儿子其中的一个，我们要跟他保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更认识他。我们来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有信心，因为我知道我祷告的这一位到底是谁，我更了解他，我就祷告更有信心。这祷告的信心不是自己喊的哦，信心绝对不要建立在自我暗示。我信的这一位超有能力的，超有能力，不是。神不是一个靠我们感觉而已，他不要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个感觉，绑在那个感觉上，我们的感觉会怎样？我们的感觉会动啊！我们的情绪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动几次了？如果你的信心是绑在你的感觉上，感觉这位神很好，那么拍谁？你的信心就是起伏非常大。那么你说传道，请问我的信心要绑在什么上面？绑在事实上好吗？事实就是我今天跟神求，我们来经历好不好？我们开始经历说，主有一个我要跟你的关系，我要求属天的，主从小的
我跟你求，你给我回应，我的信心开始建立在这个有根有基上面，神的这个事实，你就透过这个一来一往，这就是健身房嘛，一来一往，这个关系就是一来一往。透过这个关系里面，我们越来越锻炼我们的肌肉，然后我们透过这个信心的健身房，我们就可以6块肌，属灵的6块肌，出去为主来征战，出去为主而来得胜而有余。所以我们的信心，今年我们都要来经历，透过祷告，不断的做见证，因为神一定会让你经历，但是不是靠你的感觉。靠你给神说主啊，我今天先小小求一个，哇，你会发现那个事实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好，今年我们都要来经历，虽然我们有时候像小儿子对父亲说，不管啦，你给我要的就对了，不然你就不是神，我就不要信你了。这里不要信啊，对神也没有关系。有了，神心里就不会快乐。这位神不是说很高傲，不是。你与他同在，你越到他面前，你越说主啊，你越是跟他亲近，你越了解他，他也会越把他的心意秘密告诉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神会带领我们。你看到这位父亲居然面对这样子没有讲道理的儿子，诅咒他死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讲吗？在犹太人的那时候的宗教就是，父亲还没死之前，你跟我要你应得的财产，就是我死后应得的财产。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卡定西西也好。面对这样子的儿子，父亲给的是什么？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就分给他们。哇！这有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要不完，而且要了走了的这位父亲，就像他跟我们的关系。孩子，你要什么？你要走偏，他给你很大的自由意志，很大的自由意志。你想要走偏，神说好吧，孩子给你。但是他不是就任凭不管你，不是。我们就看到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先把镜头转向随着这个儿子。小儿子过了不多时，没有很久，拿到这些以后，这个儿子就想要怎样掌控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自己决定我自己，我要做上帝了怎样？我要做父亲怎样？不怎么样。为什么不怎么样？过了不多时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产。简单讲就是很挥霍，同意吗？很挥霍，把他所有的，把他预先花完，预先花他以后才能得到的，预先花完了，挥霍完了，他就走开，而且他并不在他父亲的附近，他拿了这些掌控权，他没有说我这个拿了掌控权，我要在爸爸旁边，我在主耶稣旁边，不是，你这个小儿子就离开了，而且他轻忽他跟父亲的关系，因为他去到哪里？他去到很远的地方，甚至离开父亲的家，开始追逐他自己欲望，他想掌控他自己的生命。而这个时候，他的父亲呢，再也不能成为他儿子的遮盖，是吧？因为他已经离开他的家。如果，亲爱的，你离开主耶稣，你不再祷告，你不再相信，你不再来教会，神不会拉住你嘛？但是传道会拉住你。神会透过同工不断打电话关心你，不断的为你提名祷告。传道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就经历很深，这个就是我信心来源。大家都知道，在青年牧区，我们有几位很好的同工，现在都没有在我们当中聚会，因为我们在去年的营会我们发生有很多的误会。我想，误会，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讲，就是没有办法打开的结。传道就提
提名带到，提名带到。你觉得没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？超有用的。我就有这个信心，我就是为他默默提名带到。我有没有打电话给他？很奇妙的主，他自己就跟我联络。他说：“陈导，我需要一个解释，我需要一个把这个结打开。当你没有办法解开一些事情，你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，这个事情怎么解决，好不好？你就祷告。虽然有5个人跟你一起祷告，可撒旦也会祷告，但是我想我们是比较迎面啦哈，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。”神就做工在灵界里面，我再一次经历这个信心是有根有据的，啊，传道就会越祷告就越起劲，越祷告就越起劲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小儿子离开这个家以后，他就落入了一个情况，就是他离开家以后，其实这个跟家人的这个没有了这个根以后，其实他就会追逐那些他以为是实在的东西，其实不是实在的东西，他以为那些是真爱，其实东西给了，为的是要什么？为了要他的钱，或者是为了只是要怎样？要一个简单很浅的关系而已。当时候你会觉得很好，但那不是实在的，那不是真正爱你。这个小儿子呢，就落入这样的空虚里面，他浪费了所有的，他以为这个色情，以为强迫的行为不道德的性关系可以找这些虚假的，像扶贫一样的东西可以满足，其实不行，唯有主可以满足。这个时候呢，小孩子都浪费挥霍完了，他浪费了一切所有，那个地方又遇见了大饥荒，想工作都没得工作。现在的社会很多人是这样，于是就穷起来了。原来他都有的，因着没有在他的父亲的保护之下，没有在他父亲的这个掌管之下，他就离开，想要自己掌控。就像有一些人离开神，离开天上的父，想要自己掌控、计划自己。以为是真的，原来是假的，就挥霍完了，就穷起来了，不是穷而已，穷起来了到底，而且他还饥荒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时候苦难到了，他心里传到刚刚讲，苦难到了，什么是什么的扬声筒？上帝爱的扬声筒。这时候。当你苦难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什么？那个传声筒就很大声，因为有一个父亲他一直等你，有人一直在为你祷告，你就会想起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在猪圈里面想吃，跟猪来抢东西吃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犹太人猪是怎样肮脏到极点的？他还住在猪圈里面，而且还跟猪来抢东西吃。是怎么样的不洁净的不洁净啊！当他跌到谷底，他听见，他感受到，想起来有人一个人爱他、怜悯他的，谁呀？父亲。怎么会知道是父亲爱他？从哪里知道父亲爱他？从哪里？你自己乱想的吗？你猜的吗？如果我是猜的，我都要想冒险回去看看。更何况不是猜的，从哪里知道？你记得吗？他跟他父亲说什么？把应有的给我。他父亲于是怎样？就给他了。今天，假如你不是一个挥霍爱的父亲，给他试试看的父亲，不是爱他的，早就赐给他什么？在当时候这么不孝的儿子，早就可以送到哪里？
可以送到这个第三者公共的社会议题里面，就被什么石头打死了，还哪里能够让你宽嘞？然后还走到远方去，通通把它挥霍完。挥霍的儿子知道有一位也是挥霍什么？挥霍爱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卢云说的，说我们这一位上帝是挥霍爱的上帝，他不计任何代价，他就回家，他想起来了。我相信这个小孩子比这个还惨，懊悔不止。你记得你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吗？传道常常有这个时候。当我衰到有够背的时候，我要受派之前，我想有的人听过，我的脚小儿麻痹本来就走不好。我先生给我唯一的理由说：“你小儿麻痹，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去做传道？你告诉我啊，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你自己，你怎么去当传道？”听起来有几分40。就在我受派前，在捷运跌一跤，没有外伤，但是这个脊椎就挫伤。于是我躺在床上3个礼拜，要起来，学校请假学校如果请假4个礼拜就没有办法受派，没有办法毕业，神学很严格，而且是病假。于是我就拿2根拐杖去学校，勉强去，因为第4个礼拜我就没有办法毕业。拿了2根拐杖，才觉得说哇，真的，主啊，不要拿拐杖说有多好啊！亲爱的大家，你们都没有人拿拐杖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谢神啊！你能走路就感谢神了，所以请不要走歹路哦，有好脚要走好路哦，好不好？走属神的路哦。2只脚变归给他4只，结果呢，快好的时候又在我家房间跌一跤，变成用2只不能走。要用几只4钢架那种4只脚？请问现在总共几只？6只，越来越多只。那个心就这个表情。我说主啊，你负责。我能一开始的滑浪条吗？我现在就理由很正当了，现在弄到6只脚了，所以亲爱的，脚不用多哈，刚刚好2只就好了哈，不用多。没想到6只脚还不是结束，还不是the end 哦。后来搞到变成2个轮子，我是坐轮椅。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起，所以亲爱的，常常想起你跟神曾经有的亲密关系，好不好？所以祷告很重要，是你跟神培养一个关系，一个信心。你数算神的恩典，主啊，我还有轮子。主，我的盼望在你。于是轮子完了，就直接变2只脚，我就恢复，又可以走路。更没想到来到迦南教会1年半，现在快满2年了。我传道有讲过吗？我曾经一天跌几次，3次到5次，这是常有的事，我都跌到哭啊！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跌倒？跌到没有信心，你知道吗？跌到说，我是能做什么啊？我能鼓励人吗？神很奇妙，来到这边，我也没有上健身房，也没有游泳，这各方面都没有，但是这1年半跌倒没有超过5次。感谢神，给神一个掌声好吗？这就是信心啊！我的信心建立在事实上面，我们不是用喊的，我们是慢慢的扩。健身房不能一次就像那个什么大力水手，是不是吃那个什么泡菜，对不对？喝下去的，饱的水了吧，呼呼，不是这样，信心不是这样搞的，不是，我们是内地人，信心不是这样弄的，信心是慢慢一点一点扩大，好不好？所以把神给你的恩典，慢慢的，一点扩大一点，扩，慢慢的去经历神，那个信心是有根有基的。这个小儿子一样，他想他当父亲，没想到，他
他起来以后，他想到没有用，你要回来。所以等有一天你没有来教会很久，你想到传道，想到很多人，想到上帝的爱，想到释迦哥哥，你不要只有想而已，你一定要转身回来。于是这个小孩子起来，往他父亲那里去。相离还远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到他，从这里就感受到他父亲是等他。为什么？他父亲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主长，可以这样讲吧？他爸爸每天在门口徘徊耶。你如果知道有钱的人、有势的人，他有那个闲工夫每天在路上徘徊，不会吗？他怕被绑架嘛？他都躲在哪里？躲在房子里了。他怎么样才会在路上徘徊？他在等他的儿子，等他的儿子回来。他父亲远远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还亲自跑去抱他的颈，连连跟他亲嘴。想象一下，发挥想象，现在需要你的鼻子，在猪圈里跟猪抢东西吃的，几天没有洗澡，闻一下用力闻，我相信你不敢闻，你抱他都最好不要闻，假装我当然不敢这样，但是不要闻。不是，这个父亲还亲嘴耶，可见他完全的接纳他孩子，我等了很久。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，传他刚刚讲，我们每天都犯了很多错，我们这个人的惰性，我们脏到一个地步，但是神说，孩子只要你愿意起来回来，这挥霍爱的上帝就在等我们，等我们回家，等我们回家，等我们再次领受儿子的身份。原来他该有的他都拿走了，他在等他的儿子再一次跟他披上儿子该有的袍跟什么鞋。你看吧，在当时候奴隶是不穿鞋的，他再一次给他穿鞋。这儿子怎样？这儿子一遇到他的爸爸，他说什么？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是怎样？叫他的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，把戒指给他戴上，因为他再恢复儿子的身份，再把鞋给他穿，把牛犊牵来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。你，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。传道曾经有个案，我让他看这样子，你知道这整篇来，我们都会说关键字是什么？你知道他居然看什么？他居然说我错，我不好。传道前我说奇怪，我明明写什么？写什么？你不错哎，但是他那个不没看见，他只看怎样？你错，好吧？他居然看你不好，奇怪，明明写你不错，为什么你心里一直想我不好？我很烂，这不是事实，这是撒旦跟你一起祷告的另外那个，他叫更多的撒旦来蒙住你的眼睛，让你有罪恶感。不是，你要相信，你不错，你很好，非常的好，因为只要你愿意回头，只要你愿意说主啊，原谅我，我得罪了你，又得罪了天。你就是不错，不是你错，也不是你不好，是你不错。只要你愿意回转归向神，这位挥霍爱的上帝，他要用挥霍无度的爱来爱你。他因着这一个失去许久的爱子回来，他就快乐起来。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唱最后的那一首歌来回应。我不知道你对挥霍这两个字，有的人很反感，所以他对神很反感，因为他觉得神是浪费，神浪费爱，那就是爱。
只要你愿意回来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用爱将我们挽回，我们在你的面前要献上我们永远的敬拜，交托在你手中。主耶稣啊，你的爱是不尽的。当我们回头，你就在那家门口等我们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你的眼中